再来看副总统赖清德要去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，中途过境美国纽约，有将近700个侨胞伫饭店头前来欢迎赖清德，也毋过有中国的侨民来抗议。公司记者嘛翕到中国的侨民和游览车载来，有的人根本是毋知要创啥。美国智库的学者是分析讲，赖清德这抓无去华府，这并毋是讲美国无想要得罪中国，其实是美方一向的政治原则。有布条甲国旗准备出发，公司记者伫纽约唐人街翕到中国侨民准备包车去赖清德侨园会场。不过大部分的人好亲像无清楚这摆目的，不只是安尼，中国侨民也伫报纸批评赖清德是歹毒分子。带头发现10多人也出现伫总统蔡英文顶一摆过境纽约时阵的抗议现场，伊一直讲伊毋是行路港，是主动来的。台独分子经过美国，我每一场都在。我们是这里是梅东华人华侨自愿来。虽然会场外口有抗议，赖清德侨园依然有将近700侨胞来支持。个人日前发动选，被看作是指控之事有留副手人选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专程陪伴，两人活动也引起关注。美国政府依照过去历任副总统过境的惯例，做了最好的接待跟妥适的安排。非常感谢美国不惧压力，秉持着安全、舒适、便利、尊严的原则，协助我过境。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，我们绝不畏惧退缩。赖清德发表10多分钟的演讲，佮表示蔡总统的4大坚持，也佮家己的和平4大指条，愿意对话沟通降低外界记录。无法度亲身到场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也特别录影强调台美关系密切。Including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Taiwan's self-defense capacity, just as the U.S.-Taiwan friendship is long-standing and rock solid. So this is not a decision that was mad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in any way upset China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. He would not transit through Washington, D.C. And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internal guidelines. 侨园只有纽约州议会议员、波连波特市长等人参加，无国会议员。赖清德这摆过境美国态度低调，纽约时报解读是要展现稳健好客形象，无愿意被看作是麻烦制造者，替未来大选加分。公司记者纽约报道。